希伯來書第4章，我們既蒙留下，有進入他安息的應許，就當畏懼，免得我們中間或有人似乎是趕不上了。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，像傳給他們一樣，只是所聽見的道與他們無益，因為他們沒有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。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，正如神所說，我在怒中起誓說，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。其實造物之工從創世以來已經成全了。論到第七日，有一處說，到第七日，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。又有一處說，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。既有必進安息的人，那先前聽見福音的，因為不順從，不得進去，所以過了多年，就在大衛的書上，又限定一日，如以上所引的說，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，就不可硬着心。若是約書亞已叫他們享了安息，後來神就不再提別的日子了。這樣看來，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為那進入安息的，乃是歇了自己的工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樣。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學那不順從的樣子跌倒了。神的道是活潑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，甚至魂與靈、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、剖開，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。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，都是赤露敞開的。大祭司耶穌，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營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兒子耶穌，便當時定所承認的道。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，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，與我們一樣，只是他沒有犯罪。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，為要得憐恤、蒙恩惠、作隨時的幫助。靈修主題：安息的應許與信心的回應。經文重點：希伯來書第4章。安息的應許。作者提醒信徒要進入神所應許的安息，這是一種靈魂的平靜與安慰。信心是進入這安息的關鍵。讓我們思考如何在神的應許中找到安息。不信的警告，引用詩篇，提醒我們不要像古代以色列人那樣，因不信而錯失安息的機會。這告訴我們，心中的信服與信心是何等重要。神的話語，神的話語是活潑且有能力的，能夠刺入心靈，顯明我們的真實狀態。這提醒我們要常常靈修，讓神的話語在我們心中運行。基督是我們的大祭司，基督是我們的至高大祭司，能夠理解我們的軟弱，並邀請我們坦然無懼地來到面前，尋求恩典和幫助。這讓我們在困難的時刻能夠依靠。禱告：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賜予我們安息的應許，並透過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幫助。求你幫助我們在生活中尋求你的話語和力量，行動，找一段聖經經文，反覆默想，並思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神的話語。願希伯來書第4章激勵我們進入神所賜的安息，並在信心中堅定不移。